2025年畢業嘅中學生應該都幾乞人憎 ，last day 都可以嚇雨。天文台台長係咪冇青春㗎？我哋呢一屆人有一半嘅時間都喺屋企睇 Zoom， 除咗口罩返學，好唔容易終於識到一班稱得上老 best 嘅朋友。嚟到 last day， 我先發現原來中學嘅最後一堂就係要學識點樣好好咁講一句 goodbye。去副考，開心唔使？做咩翻嚟嘅？今日天文台咪講咗唔使翻學嘅咯。我知，但係今日 last day 啊嘛，仲諗住佢哋4個都有翻，點知都係得我一個。唉，平時又唔見你個衰仔咁想翻學，仲專登洗咗件衫，諗住等佢哋幾個翻嚟簽名添。咩而家仲興啲咁嘅嘢嘅咩？唔想留個遺憾啫。好想有個完美嘅句號，好想再一次同佢哋玩，好想係最後一日見到佢哋，好想我哋一世都係朋友。開心仔，最副考仲有最後一份功課送俾你。吓 last day 噶咯喎。我係聖玉強中學嘅畢業生，係唔容許有遺憾呢兩個字。副校長同你玩你哋啦。吓，其他都冇翻啊？翻咗嚟啱啦，有份功課俾你做。